再多4間內地院舍納入廣東院舍計劃。佛山市亦都新增1間。大家好，我係華女啊。最近接到好多嚟自香港朋友嘅諮詢電話，大家都非常關心入住南海桃園福利中心需要辦理邊啲手續，以及相關嘅費用問題。為咗解答大家嘅呢啲疑問，今日特意為大家詳細解讀港人跨境養老嘅入住流程。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係由香港政府全額資助，參加計劃嘅長者喺認可嘅服務機構嘅宿位費，包含食宿、護理服務、個人照顧以及基本嘅醫療費用。參加資格係需要滿足以下條件嘅長者。申請步驟包括以下4點。港人北上養老係指近期有入住內地安老院需求嘅香港長者，申請自費入住南海桃園福利中心並入住中心嘅港式專區。以下係港人北上養老入住流程。選擇桃園就係選擇舒心養老、開心生活。桃園5大優勢：1. 信心保障，國營企業5星級養老機構；2. 醫養結合，院內有2級專科康復醫院，提供中西結合、全方位、全天候嘅專業醫療護理保障。3. 交通便利，桃園福利中心同高鐵站佛山西站車程只需要10分鐘，喺香港西九龍站乘坐直達佛山西站嘅高鐵，全程大約1.5小時。到達佛山西站後，可選擇打車前往南海桃園福利中心。4. 港式照護服務，設立港式專區，跨專業團隊到香港接受港式服務培訓。5. 多彩樂齡生活，專業嘅社工策劃文娛興趣小組及個性服務，豐富長者嘅精神文化生活，享受高品質晚年。從維港到珠江就一碗老火湯嘅距離，對我哋嘅服務感到興趣或者有任何疑問，即刻攞起電話聯繫我哋。